歡迎到 Highline 社區書院學生及就業中心。Highline 在華盛頓州 Des Moines 地區，離西雅圖大約20分鐘。西雅圖在溫哥華南面。西雅圖著名工業有微軟、波音飛機廠及 Starbucks 咖啡，也有出名嘅搖滾樂及超音速籃球隊。本州擁有出名美麗天然風景及娛樂活動，好似滑雪、滑雪板、激流運動、單人小舟、行山及放船等。Highline 國際學生部門明白到學生嘅需求，有效地幫助剛到美國嘅國際學生入學，協助適應美國教育方法及文化，幫助學生預備轉讀大學學士位及專業訓練學位。以下是入讀 Highline 的好處：學費是本州大學的一半，有獎學金；小班制，每班人數大約30至35人，大學每班人數可多至數百人。優質教學，教師由管理部挑選，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，對學生有愛心及提供即時協助。專業輔導，國際學生部門與顧問中心的專業人士會幫助學生達到個人學業目標。轉校中心顧問負責幫助學生選擇適合的學士學位，提供入學資料及幫助入學程序。學生活動，有很多學生活動組織供學生參加及選擇，如學生組織領袖訓練等。以往活動包括燒烤、滑雪及晚餐會。學士學位，2000年秋季，華盛頓中部大學在本校設有新校址，提供商科及教育學士學位課程。本校學生可申請入讀。Highline 提供自己嘅英語課程，學生可先讀英語課程，提升英語能力，後才入讀大學課程。托福157分或完成英語課程，也可直接入讀大學課程。喜歡文化交流及提升英語能力的學生，可選擇寄宿美國家庭，也可選擇住宿舍或住在附近嘅公寓。Highline 提供優越的教育課程和服務。